继续来到台北的龙山市，今仔日建市280年，热烈滚滚。前总统马英九、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、甲总统蔡英文拢到场祝贺，也毋过当场无同台。 今日是台北龙山市建市280周年纪念，包括前总统马英九、国民党主席吴敦义，还有蔡总统11点半时嘛有到位。这是一个非常环保的地方，那领先带领我们台湾的宗教宫庙能够走向一个环保的时代。这里我要跟我们的龙山市表达敬意跟感谢。 蔡总统伫11点半出席龙山市280周年纪念仪式，马前总统是伫10点半就到位啊，被问到王立强强谍案有最新的回应。关于这个案件疑点很多，我们希望检调机关应该尽快的查明真相，对外公布，以安民心。各方面不要做政治炒作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被问到强谍案的时，即是无假讲。吴敦义、马英九即摆是共场无共台。